来看宜兰南澳的新碧海堡，伫初到暗时出现一只石龟上山堡要放卵。有专家表示，这是当地有史以来头一届记录到石龟放卵。半暝除了海涌的声音，也阁有绿海龟慢慢爬过乱石的声音。初到透早2点外，气象负责巡视的台湾偏乡生态部长保护甲保育协会秘书长吴德文，突然发现海龟出现，紧急呼叫理事长前来，2个人真细力，唔敢受挖近，也唔敢长时间拍电话，把下当地的家伙将海龟定位身影记录落来。我们很怕打扰他，所以拍也不敢说在那边乱拍，打灯然后拍一下。然后再来就是尽量看它有没有任何障碍。那这次上来只是让我们更士气大振，因为我们其实在认养这个海滩嘛，然后又在做保育。吴德文讲，早已经听讲南河新碧沙堡有海龟出入，迄天原本要巡视海影的状况，想要到去拄着海龟。当年研究海龟的海大教授，但伊阵认为这是一级保育类绿海龟。5、7月是因的生卵季，这是真重要的资料。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笔记录。伊打算后礼拜到现场调查海龟敢有生卵。对我们在做研究来讲，我们现在多了一块海龟上岸的产卵基地。那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正面的消息，就是潜在的产卵基地。发现绿海龟的地点离海石洞0.7公里。这个沙堡，高山署已经公告禁止沙堡车进入。协会表示，禁令发布了后，有发现更较侪种类的野生动物。但伊阵教授指出，偏澳南势小琉球顶离岛、甲台东三环海湾都有绿海龟的生卵记录。那南澳新碧海堡也确认有安尼生态范围，会当游到8岁龟线以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